來看中華麗水的關定歷史建築碧雲禪寺，這多年前因為這工程款的糾紛，送權予建商貴賓人佔去，甚至互改造是掛五星旗的強山基地。中華縣政府在2018年甲違建強制拆掉了後，建商走路走去海外。若這個土地呢，落要互法院拍賣。若今麥呢，這碧雲禪寺的師傅和信眾，甲這土地賠倒轉來，今麥也開始整修道場啊。位於中華麗水鄉的八卦山腳有100年歷史的碧雲禪寺，正殿頭前留一大片拆除違建了後的空地甲土石。這座建於1921年的古時，土地產權經過多年的官司甲紛擾，閣轉到市方的手中，以來打算規劃興建新道場。想要再蓋寺廟，現在就是用新辦事業計劃這一種來申請啦。這件宗教產權爭議起因是市方在2002年因為擴建後手因為工程款發生糾紛，唔但建築變做違建，市方也因為無力支付對價費用，造成遺產予建商貴賓人侵佔，將寺廟改建做強山基地，升起中共古青旗、歸離堡與擁軍進行曲。原本的出家眾是被逼遷出建物，甚至面臨恐嚇。2018年，縣府動用公權力強制拆除違建部分，互散作平地。後手建商也因為債務問題離台，土地產權也正在法院拍賣定書，由市方以1612萬買倒轉來。拆除以後他沒有去繳那個拆除費，大概500萬啦，然後被法務部給他就是拍賣土地啊。那這部分我們並嘗試就是去標啊，第一標就給它標下來啊。土地上還是堆置着許多的土方啦，距離整個禪修道場重建還需要一段時間。但文彬表示，迄當時佇店內將碧雲禪寺列為關定歷史建築，古時才無互破壞，隨土地產權回歸市方。市方警員表示，希望回歸平靜，即馬當一步一步籌措資金，重建道場，要互這塊土地重新找回宗教的平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